我尋日咧睇到單新聞喎，覺得呢單新聞非常之震驚啊！係咁嘅，有個中國嘅網紅，佢成日喺網上面吹個日本有幾咁好，有幾咁公平，有幾咁講規矩，仲要上咗呢個日本嘅 NHK 紀錄片喎，叫做《用日精英嘅代表》啊！你估下點？呢個紀錄片出咗唔夠一個月，佢同佢嘅老婆就俾日本警察拉咗咯喎，罪名係咩呢？就係一個簽證詐騙，即係話佢成日話日本有幾咁守規矩，呢啲審核有幾咁嚴格，結果佢自己就係靠呢個造假嚟搵食嘅，呢啲咪係叫做現眼報咯，或者用依家最興嘅講法咧，就係回力鏢，抌出去嘅嘢啊，最後都會飛翻嚟打中自己噶。我睇完之後咧，就忍唔住刨咗佢好多資料，但係越睇咧就越多嘢爆出嚟喎，所以我今日就同各位分享下，當係個古仔嚟聽下啦。但係咧呢個古仔係堅嘢嚟嘅喎。好啦，先講翻呢條友，佢叫蘭澤鵬程，個名咧就好威風，但係亦都好翹口啊。但係佢原本個名咧係叫做黃鵬程喎，今年39歲啦。佢老婆叫蘭澤奧利維亞，原本個名咧就叫做汪書穎，今年37歲，兩個都係中國人，但係入咗日本嘅國籍，即係放棄咗中國嘅護照咯，攞咗日本護照嗰隻咯。男嘅咧，小學就已經移民去日本噶啦，之後咧就入咗日本嘅國籍咯，連個姓都改成蘭澤，而呢個姓咧就係佢自己改嘅，改到成個日本人咁嘅款。呢條友喺網上嘅自我介紹咧係非常之高級嘅喎，佢自稱自己有3個大嘅名頭，分別係出生於外交官嘅世家，行走於日本政界嘅思想家，東京最大嘅家族辦公室創始人。佢成日坐嗰個加長版嘅豪華車速鏡㗎，專門教人哋點樣合法咁融入日本社會，話自己係成功移民日本嘅代表。佢喺中國社交媒體上有唔少嘅粉絲，成日拍片教人哋點樣申請日本嘅簽證啊，點樣喺日本生活啊。總之就係一個專業嘅移民日本嘅 KOL 咯。佢喺日本做咩生意呢？佢喺日本咧開咗間公司，表面上係幫啲有錢佬管理資產、安排移民。簡單講就係專門幫中國富豪移居日本嘅中介咯。但係講到呢度，我要先同你講2樣喺日本生活最基本嘅嘢。呢啲資料咧都係我自己去查出嚟嘅。第一樣叫住民票，我理解咧就係日本版嘅地址證明咯。外國人喺日本住超過3個月，就要決定好住邊，之後嘅14日之內咧，去市政府要申報地址嘅。申報完之後咧，政府會出一張證明俾你，證明你住喺邊度。呢張嘢係好重要噶，因為喺日本咧咩都要佢，例如開銀行戶口啦、申請電話 number 啦，同埋租屋啊、簽約啊嗰啲啦，仲有小朋友入學啊，全部都係要用呢啲地址證明噶。冇呢張嘢咧，你喺日本做咩都唔得。第二樣叫引間登錄，原嚟日本人咧係唔興簽名噶，佢哋係興蓋章噶，但係你唔可以周街咁走去買粒嗰啲咁嘅 Hello Kitty 嘅印章就可以嘅，你要帶粒印章去市政府登記，證明呢粒印章係屬於你自己一個嘅。咁登記完呢，政府會發一張證明書俾你，等你要簽嗰啲重大合約，例如買樓啊、買車啊、借錢啊，你就要用到呢粒登記咗嘅印章去冚章，再加埋政府嗰張證明書先至係有效嘅。呢2樣嘢呢，對一個啱啱到日本唔識日文、唔識路嘅外國人嚟講，真係頭都大噶。所以蘭澤呢類型嘅移民中介就係食住呢個需求，幫啲有錢佬搞掂晒嘅。但係警方而家呢，就係懷疑佢哋連呢個申請文件呢都係幫人哋造假嘅，而且呢係幫嗰啲唔符合資格嘅人偽造呢啲文件去簽證嘅。好，講翻呢個蘭澤點解俾人拉呢？日本警方拉佢嘅罪名呢係簽證詐騙，即係幫人偽造文件，呃日本政府批簽證。喺2023年5月呢，有個喺日本工作嘅中國女人
想請個保姆幫佢湊細路仔，佢就揾上咗南澤夫婦。南澤夫婦就幫一個40幾歲嘅中國籍保姆偽造呢個學歷同埋工作證明，用一種叫做技術人民知識國際業務嘅簽證幫佢申請咗入境日本。然後呢個保姆就去咗呢個中國籍嘅女人嗰度幫佢湊細路仔。嗱，喺呢度呢，我又要講多個小知識，呢種簽證簡稱呢係技人國，係俾專業人士申請嘅。即係嗰啲咁嘅翻譯啊、IT 啊、市場營銷啊嗰類型嘅工種咯，絕對係唔允許做保姆呢類型嘅工作嘅。咁但係呢個南澤夫婦呢，就將呢個保姆包裝成專業人才，去到日本政府遞交呢個假文件。喺2023年10月，呢個保姆呢，就成功入境咗日本喎。佢名義上呢，係喺某間公司嘅專業人才，但實際上呢，佢嘅工作係喺東京一間高級公寓入面湊細路仔。今年嘅4月，呢個保姆呢就終於俾人哋拉咗，之後呢就俾日本政府起訴佢違反出入國管理法。之後佢呢就供咗南澤夫婦出嚟，然後呢喺今年嘅6月18號，南澤夫婦呢就俾日本警視廳拉咗啦。咁呢單嘢點解會俾人發現呢？原來係由舊年11月開始，日本警方呢就收到一則匿名嘅舉報，有中國富豪將幾個2到5歲嘅細路仔安置喺東京廣田區嘅高級公寓入面，而照顧呢啲細路嘅保姆，佢做嘅工作呢完全超出咗簽證嘅容許範圍。最令人哋覺得震驚嘅呢，就係呢封舉報信嘅細節好具體，邊個屋企幾多個細路住喺邊座公寓，全部寫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封舉報信絕對唔會係普通嘅市民寫嘅，應該就係同行寫嘅，可能係嗰啲其他做移民嘅中介人寫嘅。因為大家都爭生意係嘛，所以就肯定想整死佢咯。因為普通人呢係好難掌握到咁多內部嘅資訊嘅。咁警方調查咗之後呢，就發現呢單嘢呢唔止一個保姆，至少有4個保姆係透過類似嘅方式入境嘅，全部都由南澤夫婦安排嘅。即係話佢哋唔單止做一單，而係成個集團式嘅運作。呢單嘢最諷刺嘅地方呢係時間點，今年嘅5月24號，即係南澤夫婦被捕之前嘅唔夠1個月，日本 NHK 即係等於日本嘅央視噶啦，佢呢就播咗條紀錄片叫《用日的肖像：奔赴日本的中國人》。呢條紀錄片係講中國人點樣移民日本，而南澤彭晴呢就係主角。NHK 將佢塑造成一個成功融入日本嘅精英代表。鏡頭前面佢好威風咁講自己嘅日本創業故事啦，仲講咗句而家俾人哋笑到面黃嘅名言。呢句名言呢就係我嘅夢想係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最被選擇嘅國家。紀錄片出街之後呢，佢開心到癲晒咁啊！周圍喺網上就晒命咯，話日本國家電視台深度金拍佢2個月，仲話要為在日400萬外國人發聲。結果呢，紀錄片播出唔夠1個月嘅時間，6月18號，佢同老婆就俾人哋拉咗啦。NHK 而家呢已經將呢條紀錄片喺網站度落架咗噶啦，但到而家都冇回應過喎。咁日本嘅網民呢就瘋狂咁恥笑佢哋做節目之前唔查清楚人哋嘅底嘅咩？ NHK 審查真係流噶，所以你哋話係咪抵死啊？佢以為上咗 NHK 係人生嘅光輝時刻，點知呢就變成咗告別作。因為呢單嘢之後呢，日本宣布大幅度嘅簽證費用，由今年7月1號起，日本外務省呢就宣布單次入境嘅簽證由3000日圓就加到15000日圓，即係由大概86蚊港紙加到800蚊港紙，足足加咗5倍。如果係多次入境簽證呢，就由6000日圓加到3萬日圓，即係大約320蚊嘅港幣，加到1600蚊嘅港幣，都係加咗5倍。呢次係日本48年嚟第一次加簽證費嘅。點解要加呢？我睇翻日本官方嘅解釋呢，
主要係有3個原因嘅。第一，成本問題，日本簽證費凍結咗48年，但係人工、租金、行政成本全部升晒，原本嘅收費咧根本就維持唔到呢個成本。第二，對標歐美，日本單次簽證先至20蚊美元，但係美國短期簽證都要185美元，英國要177美金，所以咧日本確實係有啲平咯。第三，主要咧係防止虛假申請，呢個係最關鍵嘅。日本官方講到明咧，低價門檻催生咗大量嘅資料造假，冇真實出行需求嘅申請，提高費用可以篩選真正有出行需求嘅人，減少虛假嘅申請。即係話攔截呢類簽證造假案，正正就係日本政府要加價嘅其中嘅一個重要原因。仲有其他造假案嘅推波助瀾。我查咗好多資料，發現攔截呢單嘢唔係孤立嘅事件。喺2025年1月到10月，一共拘捕咗59名持短期旅行簽證去日本參與詐騙嘅外國人，數量增長咗2倍。咁呢59人入面呢，有22個係嚟自中國嘅，34人呢係嚟自呢個馬來西亞嘅。佢哋嘅角色呢係收款人，即係去到日本接觸受害人，收取嗰個騙款，然後送出離境，令日本政府覺得要加強把關，要提高門檻。你可能會問，點解對香港、澳門、台灣呢啲地方又冇加呢？因為香港同埋澳門仲有台灣呢，去日本短期旅遊係免簽證噶，所以自然呢就唔使俾簽證費咯。而呢次簽證加價嘅呢，基本上就係第三世界嘅國家，例如越南啦、中國內地啦、菲律賓啦、印度啦呢啲咁嘅國家咯。咁講翻蘭澤呢條友，佢以為自己好叻，以為改個日本名、入個日本籍呢就係日本人。佢成日話網上日本有幾咁公平，有幾咁守規則，叫人哋合法咁融入日本社會。結果佢自己就係靠呢個造假嚟搵食嘅，造假學歷、造假文件，呃日本政府嘅簽證。佢以為 MHK 拍佢就係成功嘅認證，點知1個月之後就俾人哋拉咗。呢個故事教訓係咩啊？造假嘅人去到邊都係造假，你以為換咗國籍就冇事噶啦？法律唔會理你係叫咩名，唔理你上過邊個電視台。所以咧，你覺得呢單嘢點睇呢？你哋有咩想講嘅呢？可以喺下面留低你哋想講嘅嘢嘅。如果覺得我講得唔錯嘅，咁就 follow 我哋啦。我哋下次再見啦。